德国公布全球减碳成绩，台湾是尾仔算来第7名。环境正义基金会今仔日提出气候报告，希望透过调整减碳目标，公民参与讨论，生态帮助减碳，甲促进气候预算呢。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来推案这减碳脚步。COP27 特别结束，今年的重点是要将有同款减碳能力的国家地区结合做减碳俱乐部，做伙推动减量。不过，环境正义基金会提出，台湾政府的减碳速度伤过慢，而且对不到科学家建议的一半的量。5年过去了，到2020年只减了1.8%。那其实，在2030年，各国平均应该要减到43%。那现在我们只设下这个20% 的目标，是明显有不足。为了确定政府推动减碳，环境正义基金会提出4项建议：调整减碳目标，公民参与讨论，生态帮助减碳，加增加气候预算。拄则对埃及参加 COP27 等来的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家伟表示，台湾若要调整减碳的目标，恐惊无法度甲其他优秀的减碳国家比拼。但如果我们台湾今天没有好好修法，没有把我们的整个气候的自己架构能够加以重整，然后把我们的2030年减碳目标能够加以的话，我们其实是没有条件进来这个俱乐部的。针对减碳行动，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表示，要赶紧推动气候变迁应用法，用法律帮助台湾转型。民进党立委洪成汉是建议政府编列特别预算，带动民间企业投资，让减碳的资源更加完整。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